们这个话语成为生命的力量，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愿神同在，也愿每一弟兄姐妹，大家从神领受最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哥林多后书的3章1到6节看到一句就是 key words， 就是重要的话，叫做推荐信、推荐书。那到底推荐书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功用？那我们要借由这个很熟悉的词句，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学习跟指标哈。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1到6节，保罗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讲这个话一定有前文后语啦。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建的教会是蛮兴盛的，但是也同时充满了很多的纷争挑战，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是三两三的哈，就是真的很多优秀的人才在里面。但是有一些部分是大家有一些纷争，有些理念上的冲突，包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一些挑战所以保罗就用这一些篇章写信来告诉他们。他开头就讲说，我们不是在高抬自己我们不需要，因为你们就是我们工作的证明。那表示说他对这些基督徒有很深的信心。我们不要写太多什么东西，就是你们就是啦。所以他第2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给大家诵读的。然后他又第2个阶段就是说，这个信不是普普通通的信，靠人口传或是手写在石板上，他就是用上帝的灵写在心里的，表示每一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是一封活的信，一封用思想、言语、行为、工作态度来表现出这封信的内容。所以保罗用这样的鼓励，然后他这样子说，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心，表示对哥林多教会同样兼具这个信心。所以他也很谦卑说，不是我凭着自己的才干，而是从上帝来的。最后他才用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说他使我们才干做新约的仆人。这个约不是字面上的，是圣灵的约。字面上的法律带来死亡，但是圣灵是给生命。用这段6节的经文来描述一个很完整的信息，就是保罗勉励哥林多的基督徒，你们不要争论谁比较好、比较高，你要跟随谁在哥林多前书前面有很多他们的争论但是他说，唯有上帝才是你们唯一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基督徒跟推荐信有什么关联呢？推荐书根据保罗时代的社会运作，推荐书是行使在某方面权利的重要依据啦。就是说，到底要证明你这个人的身份，你这个人的工作内容，你这个工作的权柄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古代呢就是交通跟这个资讯不是很明确的时候，这个推荐信由哪一个官方所发布的，有盖官衔的我们知道封印是什么意思呢？以前那个印章还要用蜡把它糊上去你如果把蜡拆开，那表示这个信是假的，那个印章也是假的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这封信是有权利的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说发展成公文书啦、存证信函啦、加密密函等等啦甚至挂号信，就是表示这个信是确定要有人收到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推荐信，我们后来又发展成好多要证明这个人的信用，这个人的所有的身份。我们看到有时候用背书，有没有？你要参加什么样的社团，什么要有人推荐
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现在社会运作一个基础了哈。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时候你不要随便给人家背书哦。我相信很多人曾经因为背书发生很严重的后果，对不对？那因为不是你没有信用，是对方没信用，那怎么办？哇，有人就这样子就一屁股债就到身上来啊！有时候甚至身败名裂，你看多严重。那这个就跟这个人的信用、这个信心跟你有没有这样的证明有关哈。那这个事情我们很清楚了解了。我们看到说，常常有人要写推荐信，因为对方可能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认识你，所以你写推荐信，他觉得很有信用哈，他会觉得很安心，对这样的信函呐，不同的信函在表示不同的一个内容这样子。那保罗那个时代为什么他说你们是推荐信？当然有他的理由跟原因，因为在保罗仍是扫罗的时代仍是扫罗的时代，他曾经向祭司祭司长了这个是台语的，祭司长申请一个叫举荐信，申请这个祭司长签名的，说这个人我派他做什么，然后有这样的信就变成我们类似尚方宝剑一样，有一个权力的来源他去干嘛？刚开始是破坏基督徒要抓人的。你不能随便抓对不对？但是我有祭司长的信，我就是有这个权柄来抓这些基督徒。我们常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因为有时候法制很严谨警察机构要去做一些执行公务你都要有一个证明不然你不能随便进去人家家里面，说要搜查，我要来搜寻什么，你一定要有法官或是检察官发出的信才可以。那表示说我这个权利就有一个根源的。那这个故事在讲到保罗当时是怎么样呢？他在使徒行传19章1到2节说，扫罗继续用凶狠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他去见大祭司干嘛呢？要求发函给大马士革各犹太会堂。大马士革就现在这个名字还在在黎巴嫩那边说你发函去那边我取得证明之后，我就准许收捕跟从主道路的人，不论男女都押解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多大的一个工程你看当时保罗在还是扫罗的时代他是多么的热心热心干嘛？热心专门在破坏基督徒。所以热心用错地方也很严重，也很可怕。扫罗就是那样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有这个发函来证明。另外，他在信主之后，就在官奴面前讲他这段故事了讲这样，他在关在监狱或是在某些安静的时候，就会写信，这些书信就是用这样写出来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6章的开头，罗马书16章等于是一个结尾了。他在问候请安的时候，他还讲了一段话，也可以看见那个推荐书的用意。他说他写了一封推荐书，推荐谁呢？推荐一个坚革哩教会的姐妹叫菲比，前往罗马教会。可能大家不认识这个人，我怎么证明你的底细呢？你到底是谁派你来的呢？所以保罗就写一封推荐信，那他让他带去。这个菲比是很优秀的姐妹，她其实是坚革哩教会的执事是一个同工，一个门徒了。所以他去罗马教会是要帮助当时的罗马教会能够建立教会更精确一点，更符合神的真理，耶稣的福音所以他就写这封信来证明。那我们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见说，保罗为什么把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看成是基督的推荐信？哥林多教会，他这封信不是手写的，是活的信函就是保罗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封基督寄给世人的推荐信、公开信。那我们从这些描述就知道说，好，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可能你们还是少数。哥林多是一个大城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曾经去那边旅游过哥林多
在希腊的南部在南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海港，那个海港非常的优秀，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港所以那边很多当时是蛮兴盛繁荣的一个都市，所以哥林多的信徒怎么样能够在这些百姓当中做见证？他说，不是用手写的，也不是用讲的，也不是你们教堂盖得多大，多么的辉煌，就是你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的推荐信，是基督向世人公开的。但保罗说，我所成就的就是这一群基督徒。那可见保罗对这群基督徒也是充满了一个鼓励跟信心，说你们出来就对了，你们站出来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代表了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你一定会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呢是一个老师，那我要上台来讲课，总是要穿着让人觉得就是真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人很注重外表这个装饰所以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公众人物，他都要各方面都要梳理得很干净、很清爽。那如果说这个人他的打扮、他的穿着跟他的身份差很大，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点不大合他的身份吧。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谢牧师接受一个邀请，就是一个老医师已经80几岁，跟他的夫人他们说要庆祝结婚60周年，哇，这个很大的，就是金刚钻婚了呢他在邀请函写得非常优雅，但是最后写了一句说，如果你允许的话，请你正装穿着正装来参加我跟谢牧师讲说，那正装是什么意思？要穿燕尾服吗？还是要穿什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典礼是一个非常充满荣耀的，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的长老是一个很出名的医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参加这个宴会呢，是很欢乐的，但是你的穿着也感觉配合这个身份，表示你是我们的贵宾的意思啦。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其实为了澄清教会内部跟外界对他的质疑。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说嘛，更多前书里面，保罗一直在为他做一个很多的辩解说当时的教会的信徒因为有不同地方领受到福音的信息啦、真理啦我是属于阿波罗啦我是属于谁啦我是属于保罗啦，好像有一点类似里面的意见纷纷，大家彼此会争执就没有同心嘛。那保罗就说这些都不算，我们只是栽种者，我们是浇灌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原始源头。那保罗就一直在矫正这一群很聪明很优秀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他就澄清之后，就是他希望他们说，你们不要把那个精神耗费在彼此争论上面，你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真道站立得稳，为福音打美好的仗。所以他就勉励说，那怎么说呢？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给大家知道，给大家诵读的。再一次把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把他高举说，你们就是耶稣最好的见证啦。那某一种形式是让基督徒认为说，我既然是耶稣基督的推荐信，我的所作所行所想所说，我岂不是要符合这个身份吗？不然的话，随随便便就把耶稣的名声就打坏了，那怎么可以呢？所以保罗他确信，每个人都是他在基督里工作的成果，生命的转变、人格的改变，都是他最好的广告代言人因为他将教会的兄姐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感到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的意思是说，我的工作、我的所说、我的所言所行所思想，就跟我的身份符合，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啦。那台湾演变到现在的社会
每一种事情都要有契约书，因为怕对方耍赖或是不遵守。那基督徒其实不是说契约不重要，是要超越它的。超越它就是说，我即使没有契约书，没有这样的文件证明我所做的还不输给他，还要超越他，这样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忠于耶稣基督的本分了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广告哈。那现在因为购物台一大堆了哈，或是一些展售商品的一大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喜欢请名人来代言，对不对哈？哇，代言这个产品这个什么形象大使啦哈，哇，听到他们在讲说，哇，觉得怎么产品那么好，又加上这个人讲的，一定有效，我就把它买了，对不对哈？但通常很多人不买还好，一买就失望了。所以你家里面一定有一大堆塞在角落里面那个邮购回来没有用的东西，不想用，用不好那是因为什么？这个代言人太夸张了，讲得太夸张了现在有时候白天电视节目在播报的时候，他会插一段什么药物的广告，哇，就请哪一些代言人讲说我本来很糟糕很差吃了之后就变成生龙活虎了。牧师最近常常发生那个脚膝盖的酸痛的问题，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心思每次电视打开他就要报告那个吃了骨头会好的药，哇，一大堆了太厉害了。真的是这样的。有人说你在想到什么，你在点什么东西，它 AI 就会跑出你需要的东西。比如你最近想要买一台电视，你在查 Google 说电视的什么型号，它马上在你的所有的手机里面就跑出什么电视，让你挑的不胜挑选。那我们重点的意思是说，到底这个代言到底真不真实啦？常常有一些名人，他为了赚钱也不是考虑说这个产品到底对不对、好不好，他就代言了，到最后变成被揭穿之后呢，他就惹上了官司有时候要赔钱呢。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出名，我们这一代很喜欢的一个电视这个新闻播报员，就是郑竹如嘛，他80几岁了，还代言不知道什么东西，到时候被人家告上法院，因为他代言错误了被揭穿了，他也很冤枉。他说人家请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播报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这一代弟兄姐妹比较少，我们常常在听广播，有没有？应该你在车上会听吧？广播常常有一些人代言那个药很有效，哇，什么药讲的让你觉得说我就是这个症状的，没错啦。因为他就知道你有什么病嘛，就讲出来，这个药有效，而且还有人打电话进去 call in 说我痛得不得了严重的不得了，吃了你的药之后3个月，哇，好很多。你看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们的药效。但问题是说，你把症状都讲得很好，我也会讲但是药有没有效不知道。那我讲这些可能有点夸张的意思是说，你要代言，你要推荐，你要证明，你要背书，是何等的慎重。你不了解不清楚的东西你就随便背书代言。就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那个笑话，就是说在一个街头有一个人摆了一些药物，说各位你们年纪到了一个中年会发生头发掉的问题，我这个药就生发药，很有效，某个几个礼拜几天就会长出很多头发来，哇，围了好多人在看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要不要买这样子当大家在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风吹过来，突然间把这个卖药的人的帽子吹掉了，一看，哇，原来这个卖药的人自己头都没什么头发还卖生发药，那怎么不是自己打脸嘛，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好，你一定要所作所行跟你所领受的是切合实际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单位或是一个家庭，有些人他不是正向的推荐的，反而是反面的推荐，因为就是败坏了这个单位或是这个家庭的名声嘛，这个叫反荐书。那基督徒，我们就是立志，我们要努力彼此鼓励，然后成为正向的推荐书，是觉得是名副其实的，是货真价实的，是纯金999的。那我们不是好像一种道德的压力，说哎呀，那我不是很自行惭愧吗？我这做不到，那干脆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就让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荣耀的耶稣基督拯救的生命，我要活出这个荣耀的生命，我要求神给我们力量。保罗就知道我们会想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说，不是我有什么才能啦，不是谁能够写这封推荐信是圣灵圣灵，就知道说神的工作才有用。所以我们也是回到，当我们要成为推荐信的时候，不要我用自己的方法要写不出来的，写到久了你会觉得很累很疲劳。基督徒要学会让圣灵来我们身上来书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带着丰盛生命的推荐信，每一个人都是。但请不要用世俗的眼光说，一定是高富帅的，或是说他是事业很飞黄腾达的，不然就是在社会有什么好地位的，这个是世俗的标准。我们说要带有丰盛生命的，就即使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平民，因为他的生命带来的色彩，他的生命带来的丰盛，他的生命带来的祝福，他就是一封好的推荐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3节这样写：他说基督写在每个人心榜上的信，他这段经文说很明显的，基督自己写了这封信，由我们传颂。换句话说，最原始的这个信的本质，或是信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不是我们随便乱编乱写的啦，是耶稣基督自己写的。换句话说，是耶稣福音的真理，救赎的恩典，他这封信从他源头来了。而且这封信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写在纸上，它是用圣灵写在人的心里面。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在研究机构很重视我们所谓的抄本，圣经的抄本。很多古代的抄本，比如说在以色列南部一些山洞里面被找到，比如说像死海卷轴大家很重视。没错，那个是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文件，他们要去追索说，这些圣经的话语从不同的版本有什么样的对照，那个是很多科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的功能。但其实这些科学家或是研究学者把它找出原文的内容之后，重点是在于领受这些经文信息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你是个活活的一封信你不是说我把这些学问都搬出来，但是你的生命没有见证，就好像你这个信写的内容乱七八糟，根本跟原来的书信耶稣基督的书信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用圣灵的笔写在心里面，成为你一个生命的能量的出口。所以有几个勉励，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一封推荐信，在每个角落为主发光做见证。这个推荐书真的不是用人写的，意思说不是用外表装扮的啦。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被提醒说，你不要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都行为模式都不像。他说你高呼主啊主啊赞美神哈利路亚，但是平常生活工作讲话做事情都没信用。就曾经有一个教会教会的笑话，就有一位先生他还没信主，他的太太很热心，常常去教会，很多事情忙得不得了，回家都没什么时间，都待在教会。
他先生就很不以为然了，今天去教会很久了，还没回来，时间中午到了，怎么都还没回来？他匆匆忙忙，太太匆匆忙忙回来，对不起啊，因为教会很多忙啊，有姐妹跟我讲话啊，我要忙着跟他说明什么他先生肚子饿了，他就想说，你每天都煮啊，回来都不煮，这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表达那个信仰的方式，但是你确实在家里面连做一个家庭主妇帮先生煮一餐好好的午餐都没有，那你怎么做见证呢？你是用口头来写这封推荐信呢，还是煮啊，连煮饭都凉的，那怎么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成为一封推荐书，因为在每一个角落发光，那个书信是活的，随时都在展现的。第二个，既然这样，我们都是基督的代言人。刚刚我们提到了现在生活上广告一大堆代言人，但是你代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怎么不能不慎重？我们刚刚谈的是反面，对不对？这个产品不好，你再好的人来代言没用，对不对？卖不出去嘛。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相反是这个产品好的不得了，但是我们代言不对啦，不会代言，那讲不出它的道理来，讲不出它的优点来，那也是不行啊。好的产品被你卖不出去，就像我们传福音传不出去，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代言人，基督的荣耀都决定在跟从他的人手中。基督他本身就荣耀，但是从你身上看不到荣耀，你见过耶稣吗？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这是很神圣的一个任务，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考验。但是讲到这边，牧师要特别提醒各位，那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压力好大我做不来呀，怎么办？我做不来怎么办？牧师曾在以前的一个信息里面跟大家鼓励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一个小基督啦。小基督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那么完全，但是我们要求圣灵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所以让我们能够学像耶稣。所以我讲的话，我做的事，虽然不能办法100%呈现，但是人家看见说，这个真的是在跟随耶稣的人。跟随就不是等于耶稣嘛，而是你跟随就人家看见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你流露出来。我们常常有的弟兄也在见证说，在社会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人家讲说，我觉得你很像基督徒这样听起来我们觉得很荣耀，对不对感觉上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言行承诺，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第三个，保罗很确信这样说：上帝使我们有才干做新约的仆人，是上帝让我们这样做。我们这封推荐信内容写的怎么样？可能不同的面貌。可能你是一个老师，你写的这封信就不一样；你是一个基层的工作者，你是一个上班族，或是你一个劳工，你的信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信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内容充满了生命力的？那才是重点。所以保罗这样谦卑说，是上帝使我们有才干来做这个事，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才能。他说这个约不是字面上的法律，而是圣灵的约。好了，我为这个约来工作，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大的才能，而是圣灵给我的，所以我才能够勇敢。也看见保罗他甚至不顾生命的危险，他愿意为主做。这个不是人的能力所做的，是圣灵给他的能力。他说圣灵这个约是带来生命的，不是字面上的约会带来死亡，就是被限制辖制住了。是圣灵是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弟兄姐妹，我想你在生活上一定很多人常常碰到需要推荐信那牧师当一个教会的牧师，也常常遇到说有弟兄姐妹要牧师写推荐信。那最常写的推荐信有2种，一种是求职啦
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当然牧师写推荐信，大概不是社会上的工作了，比如说像基督教的机构，就问一下，你需要牧师的推荐信，那牧师要写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的教会、他的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他有没有常常做礼拜，他的教会有没有担任什么样的服事你就一五一十的给他讲出来啦。当然就要讲一些鼓励的话或是正面的话，但是牧师也要承担这个风险啊。一旦这个人去那边工作，人家说牧师你讲的太完美了吧，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天差地别，那以后牧师就没有公信力了。你再写第5封、第6封的没有用，因为人家觉得你写都是些很夸张的话语，所以要本实相合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推荐信就很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说你要有牧师的讲的话，一定是非常有可信度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要考学校特别是我们基督教的学校，它也需要牧师推荐信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在教会里面的信仰生活怎么样呢？他的个性怎么样呢？都要填很多，特别是要读神学院的更严谨，甚至要一年以前我们的精警弟兄要读神学院，1年前都要开始考核嘞，有没有来教会，有没有来服事，有没有来做各方面的历练这样子。那牧师代表教会有然后再把信寄出去，由神学院来审核说那你们讲的我接不接受这样子。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李伟教授也常写推荐信吧，因为很多学生需要他推荐那所以推荐信我们就是要很忠诚、很真实的推荐出来。那重点是你推荐信写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是你这个人你本身有没有真的达到这个推荐信里面的那个质量嘛不然久了还是会看破手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刚刚我一直提醒说，你不要认为说好像我们有这样的压力感觉上做不来那怎么办？我们也常碰到有慕道友有这样的概念他说牧师我深愿人生所经历的罪恶重重我怎么有资格成为基督徒呢？他不想当基督徒，还说他罪恶重重。但是牧师要回答他说就是因为我们罪恶重重才需要耶稣不对吗？不然你就自己成仙成神对不对？就是我们是一群罪人嘛，我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自己达不到那个目标，达不到那个能力，所以我才需要赶快信主耶稣来帮助我嘛。我们现在在举行那个门徒学校，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就认真在学习，把这些真理的课程把它上完，一直在检验自己，一直在提升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吗？那你等到有一天说我要信主根本连生命都没有经历更新，那形式上洗礼有什么用呢？所以重点在于说，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推荐信。那我们互相人怎么成为教会跟基督福音的推荐书呢？第一个，我们是要以基督徒为荣。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非常感到非常荣耀因为你在生命上活出主的样式，有丰盛的生活来生命来做见证。那就刚刚我讲的，不是有压力在，而是说因为我有这个潜力，我有这个目标跟努力，所以你就越活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常常说好像这对夫妻有夫妻脸，对不对？这样讲这句话，其实我是觉得是应该不是说脸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2个都一样，那还得了？那吓死了，对不对？那个整形医师才有办法吧？是因为他们2个内心心心相契，所以那个气质就慢慢合在一起了。感觉上那个行为举止说话，就是2个真的有夫妻脸。同样的意思，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用耶稣的话语福音来当你的装饰吗？就是这样子常常我们说大大张口要给你充满，就是常常吸收神的话，
用话语来成为你的美容霜啊，比任何的高级化妆品更好，因为你活出了这个生命跟活力，这是推荐信。第二个，我们希望基本的成为富强人有这样的特质，我们这样达到这个目标以富强教会为荣，成为竞选跟整全的基督门徒。这个我们常常在周报里面一讲再讲，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最基本的，每周参加主日礼拜。第二个，参加祷告会，我们有周五的祷告会，你周五没办法来，晚上来，礼拜天早上早一点来祷告会。第三个，你要参加小组跟团契，因为你没有这个小组跟团契的一个信徒的相通，你没有办法去展现你生命的能力，你知道吗？你光在礼拜天只听讲道出去也没有一个验证但是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可以产生问题来讨论，对不对？在团契里面服侍别人，所以我们要最后一项是参加一项事工服侍，因为你服侍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才能这个恩师要学习的。我刚刚看到我们同工在带领敬拜赞美，我看到他们练习的非常训练有素了怎么节奏，什么样的歌曲要衔接都是要经过训练的。其实再讲更白一点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富强教会的门面，对不对？富强教会的门面看你了人家问你说你是哪里教会的人，你不好意思讲说不好意思讲我们富强教会太差了，那富强教会就没办法借着你来宣传嘛所以我们说很重要每一个礼拜我们在楼下在指挥的弟兄，我们在大门里面做招待的弟兄，我们每个礼拜在前面，我们的新朋友关怀的团队，他们等于就是富强教会的招牌，对不对？人家看到你感觉一看到你就心就柔软了，那你就成为富强教会的代言人嘛，成这个指标嘛。所以常常有的基督徒在某一个场合，人家问他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人？”如果他不敢讲说他是哪一个教会，那表示第一个他对教会不认同，第二是可能这个教会的名声在教会界可能不大好。但是你如果说，这间教会很有活力，弟兄姐妹很同心，很热情传福音，常常让人家刮目相看眼睛一亮，你会讲说我是富强人这样子。期待我们是属于后者这一个，勇敢的宣告你是富强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也期待啦，牧师也常常在周报在口头上一直在勉励鼓励大家，富强人都能活出今年的信仰生活目标。第一个就3田，口田、脸田、心田，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口田、脸田、心田我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我们台湾的国球，我们都说棒球嘛棒球大家很喜欢看但最近发展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就很多人去棒球场看棒球不是在看棒球选手多厉害，是要看那个什么啦啦队就喜欢看啦啦队所以抢着要买那个比较贵的票，到啦啦队前面看他们跳。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创意啦那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在写说，那一些啦啦队当然你要舞蹈很动作标准非常好，但是最重要要笑容，就是说要充满了笑容阳光嘛，人家才看着你是在应援在为你的球队鼓励但是他们新闻在写一句话，他说这些啦啦队因为天天都要笑容，笑到最后有点嘴巴都僵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休息的时候赶快嘴巴稍微瞧一瞧，因为不然这个嘴巴都硬掉了。那当然是他们的敬业，他们职业的工作，他很认真做，我们也很敬佩不是说啦啦队不好，只是说到底球赛谁赢谁输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啦啦队？那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口甜、脸甜、心甜我们真的从心出来，那个甜才是真正的，而且才是永久的，不是职业的笑容，而是生命在你身上改变。第二个，我们也期待富强人的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生活习惯，就是准时，就是提早到啊。我看到最近呢，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做礼拜前就已经入座了，表示你很在乎，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很认同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那第三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做礼拜从前排开始做，从摇滚区开始做，所以我们看现在第二排很多人越来越多了哈，希望有一天大家抢着做了哈。第四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富强人能够回到做实体的礼拜。那实体礼拜跟线上礼拜，当然一样在听信息啊，一样在做礼拜，但是我们很重视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所谓的信徒圣徒相通了，圣徒相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呢喜欢买票进去球场看比赛，篮球赛、棒球赛？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现场的气氛真的就是跟转播不一样。虽然转播可以拍到非常精细的镜头，但是还是在现场那种大家非常的嗨的那种气氛。其实我们做礼拜也是一样，我们说一个庆典，一个敬拜神的庆典是需要你我一起开口的，一起动作的，一起举手的，一起说阿门的，这个才是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其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过着这个富强人一起共同的一个秘籍，或是一个注重的一个指标，我们就活出一个富强人的样式出来。我们看到我们台南是一间很大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台南圣教会，他们就是做了一件 T 恤，那 T 恤呢，就是印上了2个非常重要的图案，一个是原住民的图腾，第二个是他们写的那个希伯来文，所以他们就是以他们成为圣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荣嘛，所以他们一出去办活动、参加什么东西就穿的，而且好像有2、3款有黑色的，有那个咖啡色的，他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富强人。那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用外表来装饰，而是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是一个富强人，就觉得我以富强人为荣。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一封活活的见证信。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来回应，之后呢，我们要唱这个医治祷告的诗歌。我们请5楼、4楼弟兄姐妹，当你心中有渴慕神的医治，无论是心灵的医治、病痛的医治，或是你要为最亲爱的人来代祷，也可以到前面来。牧师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到前面来？我在家里面不是要祷告吗？在任何地方不是祷告吗？我觉得到前面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把主权交给神，是说主啊，我这一切就交托给你，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代祷团队，还包括如果人不够，小组长也可以一起出来区长一起出来为他们做按手的祷告。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现在做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荣幸成为基督的推荐信。主啊，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身上写出丰盛的内容，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思想、言语、行为都能见证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封实实质质、非常非常有用的、有效果、有信用的推荐信。愿这种推荐信无论到哪一个地方，都被人家所看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富强人，我们也愿意成为以富强人为荣，让人家知道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喜乐的，是口甜脸甜心甜的，是一个行动一致的，是同心合一的，是愿意为主摆上的基督徒。感谢你，愿这封基督的信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在书写，一直在更新，一直在丰富它的内容。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先坐着唱这首诗歌，唱到